1948年出世的台湾本土红鸭册画家蔡志忠，伊伫中华会堂的古厝，互人家提报纪念建筑。也毋过，这审议委员却认为讲，这古厝甲蔡志忠伊本人的创作其实是无啥牵连的，所以无符合着纪念建筑的条件。文书工作者是表示讲，这古厝就是蔡志忠咧创作这红鸭册的启蒙，批评这审议的结果是违反专业。用简单的线条画出另外人物，甲哲学思想用趣味的方式呈现。这是台湾红鸭册画家蔡志忠的作品。1948年出世的蔡志忠是台湾早年红鸭册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但是最近，伊伫中华会馆古厝，互人提报纪念建筑，却无通过登录。伊是伫遮开始学安怎画漫画，画甲超越再超越。伊画的漫画已经销全世界3000万本啊！销30几个国家，用10几个语言来伊的创作的册翻译做10几个国的语言。地方文书工作者表示，这栋古厝是蔡志忠画红鸭册启蒙的所在。伊伫1960年代开始画武侠漫画，捌制作老夫子吴良燕的长篇动画电影，后来以哲学改编的世界漫画外销侪国家，创下国际知名度。对此，文化局表示，审议委员真肯定蔡志忠的成就，但是委员认为蔡志忠重要创作甲提案的建筑并无直接的关联。审议委员非常肯定蔡志忠先生在台湾以及国际具有相当的艺术成就，只是委员认为他15岁离开彰化后，他的重要的创作跟本案建物并没有直接的关联，没有符合纪念建筑登录相关办法他所规范的这个登录准则。文化局强调，审议的过程拢有照相关规定办理，尊重审议会委员的判断。文书工作者批评，安尼审议结果等于是直接切断文化甲历史的根，稍后会寻求行政救济，希望替地方文化资产争取保存的机会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